自2026年7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人甲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下卷20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20章。迄个时阵，希西家破病，病甲得要死。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来见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你的护士着交代好势，因为你未死，病袂好。希西家就活转身硬壁，对上主祈祷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安怎忠诚尽心服侍你，做你看做好的事。希西家就大声啼哭。以赛亚出去，还未到中庭，上主的话临到伊，讲：你活倒转，对我子民的王希西家讲：上主你的祖先大笔的上帝安尼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，有看到你的目屎，看，我要甲你医好。第3日，你会上去上主的殿。我要互你会享受加天15年，我要解救你甲这个城脱离亚述王的手。我为着家己的缘故，嘛为着我的仆人大笔的缘故，为保护这个城。以赛亚讲：着摕一块无花果药果来，因就摕来甲搭伫粒仔，王就好起来。希西家问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医好我，第3日我会上去上主的殿，有甚物兆头？以赛亚讲：上主要实现伊所讲的代志，这就是上主予你的兆头。你要爱日晷的日影进前10度，还是倒退10度？希西家应讲：日影进前10度较简单，我爱日影倒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叫上主，伊就予亚哈斯所造日晷的日影倒退10度。迄时，巴旦的囝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到希西家破病，就找使者提批甲利米去探访希西家。希西家顺使者要求，将伊的财宝库内面的金银、香料、贵器的油，甲伊所有的军器，以及府库内的一切，拢互因看。伊王宫甲全国所有的物件，无一项无互因看。然后，先知以赛亚来见希西家王，问伊讲：这人对你讲甚物？因对倒位来见你？希西家讲：因对一个真远的国家巴比伦来探我。以赛亚讲：因伫你的王宫有看到甚物？希西家回答：因有看到我王宫内逐项物，我所有的财宝无一项无互因看。以赛亚甲希西家讲：着听上主的话。日子得要到，王宫内一切你的祖先积聚到今仔日的物件，拢会互人搬去巴比伦，无留甲半项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搁你亲生的子孙有的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王宫做太监。希西家心内想讲：我在生时有太平安全就好。就对以赛亚讲：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希西家其他的事迹甲成就，以及伊安怎掘池开沟引水入城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希西家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伊的囝马拉西续接伊做王。人甲上帝。人甲上帝之间，人是软弱搁短暂，上帝是全能搁永恒。
因为安尼，世间人拢在找上帝，期待软弱变做刚强，短暂变做永恒。伫申命记4甲8下，希西家是敬畏上帝的好王，但是伊犹原有软弱，伊破病，搁对先知以赛亚喙耳得知家己活袂久。希西家号求上帝怜悯，上帝遂听伊的哀求，吩咐以赛亚转去甲希西家讲，伊会得到医治，通加活15年，而且上帝要拯救伊脱离亚述皇帝的手。上帝掌管历史的演变，变动中人显得无知与无能。希西家虽然逃过亚述的攻击，耶路撒冷却犹原难逃巴比伦的侵犯。伫希西家当政的时，巴比伦拄要兴起，但是势力还无法度甲亚述抗衡。巴比伦使者来访，伫政治上对巴比伦和希西家拢是压制亚述霸权的机会。使者带着巴比伦王的礼物来探病，希西家真情款待，搁甲王宫和圣殿一切宝物甲国家军备拢互伊看。安尼的作为，触发以后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动机。先知以赛亚有言，未来因所看到的一切宝物，拢会互搬到巴比伦，甚至希西家的后代也要受掠去巴比伦王宫做太监，服侍因的王。这个预言实在是泼希西家一桶冷水。对这，一般人的反应必定是陷入忧郁。但是希西家差不多简单关心个人的平安，若是耶路撒冷未来的遭遇，好亲像甲伊无关。伊竟然对先知讲：“你所传达上主的话真好。”安尼的观点真正互人错愕。莫怪天主教反对讲圣经抄本省略这一句，认为这无像是虔诚的希西家会讲的话。对往后的历史演变来看，耶路撒冷伫公元前586年互巴比伦攻陷，距离希西家的时代超过100年。对这100年后的事，有限的人又搁会当安怎呢？希西家敢会当左右100年后耶路撒冷的遭遇吗？纵使伊想要左右，也是无法度。人是软弱有限的，希西家敢会当保证接续做王的囝儿玛拿西会晓伊的敬虔无？也是无办法。因为安尼，咱检采简单会当讲，希西家做王期间，忠心敬畏上主，进行各项改革，而且国家平安度过亚述的威胁，伊应该满足了。这是上帝予伊的戏份，伊尽全力演出，也赢得上帝的称赞和犹太人民的怀念。检采安尼就到遐。历史的舞台伫上帝手中，上帝是导演，咱不过是演员。有时阵，咱会因为现况和结局艰苦心不安，甚至自责。伫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中，咱有真侪无奈，但是也毋免全然放弃。只要咱扮演好个人的戏份，扮演好上帝仆人角色，安尼就到遐。
咱是有限的人，真侪代志咱无法度负责，因为一切拢伫上帝手中。默想，伫教会的服侍中，我有做上帝忠实的仆人，先尽本分无？伫教会的服侍中，我有做上帝忠实的仆人，先尽本分无？咱来祈祷，永恒的上帝，伫你面前我微不足道，总是你却看我做宝贝，伫万人中拣选我。我要珍惜这个恩典，伫生活中找求你的旨意，努力按着标杆直走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